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，又到俺来谈两个时间嘞。基本一个两个穷样啊，里面穷样有司机啊，俺来long talk，只可来看反映出来嘛。第一个，乜嘅西方已見了，乜嘅西方已見了，男人世界人頭，男人世界人頭。辛苦创业共欢喜，辛苦创业共欢喜。东方花烛难拍头，东方花烛难拍头。哦，也是去较稳咯，吼。也同乜个呢？同一种一个东西啦，就会讲条摆有一个 V 数吼，同公演个节目就树洞迄时节啦，人物伊个头 V 个，哦，有传出来嘛？来看一下米袋啊，来，那米袋就按照戏台啊，戏台就是戏台，戏台啊。以前呢，搭棚诶做有搭戏台啊。做乜个按照戏台呢？你看到乜解西方一点了啊，像流木样诶，当方戏台像流木咩哈？诶，男人是个人头，哎呦，男人哈，是个长头阿毛啊，像不应该样诶，是个人头，个古装戏啊，就男人那个头毛啊，迄像说阿毛样诶个，实际咯诶个长头阿毛啊，是个人头。哎，也就成绩两看，辛苦创业共欢喜。哎，给当怎讲做戏的啦，也就算靠到创业啦，其实人就共欢喜的，叫做唔系真实的创业呢。呀，东方花烛，都戏台当中嘅东方花烛啊，就是那个结婚啊，同样呢，迄嘛个啊难拍头啊，因为呢一切就系。做戏假的啦，用东方的假，用东方化作无上帝当方做本款的，迄假骨老公假不用的吼，不说呀，咱米袋就按到戏台啊，他家有知道神奇嘛啊，反正他这个希望阿文哥呀，同样的个时间呢吼，你就来同来进展听热到分享啊。因为客家嘅两个呢，本较多嘅小朋友、大朋友啊来知道，来也是学习学吧，哦，这些。